声响中，一颗陀螺逐渐成型。手的巧技决定陀螺的大小、花纹和圆润幅度，要一气呵成，还得靠经验累积。让你试试看看。不会吧？东南黑某很难吧？唔会，懂简单。唔会，懂简单，很简单，我不相信。哦。制作木器零件出身的简继宽，工作室里堆满陀螺，简单就能快乐的心情，是他想复制传递的童趣记忆。接触这个东西之后呢，那就整天都在想这个事，产品就一件一件一直出来。也想着给老铜腕多些手工的细致，没有绘画底子，靠自己摸索。5年的 Q 版陀螺可以画出8分样，想象力让传统也能很新潮。在国外看到很多东西，他说用他们的东西下去延伸，那我们想，把我们的铜腕陀螺延伸很多作品这样子。不断改良，安全陀螺上加装了避震器，接触地面点有弹性，不伤地板。而简继宽更得意的是这个旋风特技陀螺。所以从这个你自己又研发了这个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猜这个是可以拿起来的吧？对啊，因为你现在只要看到圆圆的，就想老师一定要把它弄成陀螺。对，这项陀螺在一个基准点上转出无限可能。12生肖摆饰其实是陀螺，还有木瓜、酒瓮、雨伞、脸谱等等系列，都让人爱不释手。能够转，它就是陀螺嘛。那我们就想啊，什么东西是圆的？平常去多去观看一些植物也好啦，动物啦。这看似树皮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是陀螺呢？简继宽再度证明巧手工艺。在制作过程很多很漂亮的东西都把它留下来。透过陀螺留下美的东西，简继宽有心创造的旋转世界，令人目眩神迷。东南黑某，唔会懂简单。东南黑某，唔会懂简单。